嗨，我係牛奶，今日3集爆炸馬視頻。係嘅，又係打咗第1名嘅呢一場。好，嚟睇下第一鋪牌，起手有一砍8萬，攞對9萬返嚟，咁依家再碰入個叫烏。哦好，唔使等碰啦，自己摸咗一砍5萬，依家叫正張嘅3/6索。唔知佢哋3個有冇人求500萬嘅呢？OK， 6索自摸，正張踢2個馬，一共中13個。第二鋪，第一張摸咗一砍7萬返嚟。嚟咗個靈魂5筒啊！呢度我拆咗5、6、7萬嘅，因為我睇下個7萬可唔可以降爆。我哋降爆自己係翻倍收益嘅，碰咗8索就叫啦。正張嘅2、5、8筒。舒服，正張2筒自摸，摸2獎馬嘅，一共中18個，每加19分。第3鋪，最後一鋪啦。又摸多個對，3對牌，碰個1萬先，再碰多個叫烏。好啊，火速叫烏，正張嘅1、4索。舒服舒服，即叫即到，正張自摸，摸2獎馬，一共中16個。